近半年來，娛樂圈可以講係風起雲湧，而全港目光焦點，無疑都係集中喺李家鼎一家同埋已故諧星施明之間長曠世家庭爭拗之上。先不說施明嘅遺體尚未安葬，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嘅驚人事實，單係李家鼎同兩個仔李榮豪、李永漢之間嘅裂痕，已經成為城中熱話。大家都知，施明生前同李家鼎係孿生兄弟般嘅交情，兩人由影圈到生活無所不談。施明嘅突然離世已經令李家鼎悲痛萬分，但更令佢心碎嘅係施明嘅身後事至今處於一片混沌當中。有傳施明遺體經防腐處理後一直存放喺某處，而作為施明遺孀嘅李永漢至今都未有公交代任何關於骨灰安葬嘅具體安排。就喺呢個風口浪尖之際，一個爆炸性嘅消息傳出，李永漢終於返港了。據知情人士透露，李永漢係近幾日由印度低調返港，但佢嘅回程並非單純為咗悼念亡妻或者處理遺產咁簡單。有內部消息指，李永漢今次回港帶住一個明確目標，而呢個目標直指其父李家鼎。更令人震驚嘅係，佢返港之後第一件事並唔係去拜祭施明或者處理安葬事宜，而係試圖同鼎爺談數。點解要談數？據說李永漢想從鼎爺度拿到一筆錢，至於用途同金額，暫時只有圈內極少數人知道。有傳佢出咗條件，但具體內容成為了呢場大呼入面最大嘅懸念。而鼎爺得知之後，據講怒不可遏，直斥佢以為仲有資格同我講數？呢句說話一出，成個娛樂圈都震動了。講到呢度，不得不提一提李永漢同 Connie 之間嘅婚姻危機。坊間一直有傳，李永漢同印度籍太太 Connie 嘅關係早已名存實亡。有指兩人已經分居超過1年，Connie 多次喺社交平台發文暗示情感破裂，而李永漢則一直採取迴避態度。呢次佢低調返港，近照曝光之後，有眼尖嘅網民發現佢面容憔悴，眼神空洞，穿住打扮亦相當隨意，完全唔似昔日風光嘅李家公子。有人推測佢嘅婚姻問題同佢急需用錢之間存在某種不可言喻嘅關聯。有消息指 Connie 可能已經向李永漢提出離婚條件，而李永漢為咗應付呢場離婚，先至急住返港揾鼎爺攞錢。當然呢啲都係外界嘅推測，真正嘅內幕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而施明骨灰下落之謎依然係呢場風暴嘅核心。施明於2022年離世後，遺體經過防腐處理一直未有入土。按照香港嘅習俗同法律，亡者應該盡快入土為安，但李永漢以各種理由拖延，先話要揾適當嘅墓地，後又話需要時間辦手續，再後嚟乾脆避而不談。鼎爺多次透過傳媒公呼籲，希望李永漢能夠交代施明嘅骨灰究竟安放喺邊度，但每次都被李永漢以私事不便透露為由搪塞過去。有傳鼎爺曾經親自打電話俾李永漢，但對方唔係唔聽就係掛線，甚至有一次鼎爺親自去揾李永漢，李永漢竟然拒絕見面。呢種態度令到鼎爺心寒到極點。有親近鼎爺嘅人士私下透露，鼎爺成日同身邊人講：我同施明幾十年兄弟，而家佢走咗，連個安息嘅地方都唔知，我點對得住佢？可見鼎爺內心嘅痛，絕對唔係外人能夠體會。就喺呢個關鍵時刻，鄧兆尊挺身而出，爆出咗一連串令人咋舌嘅內幕。鄧兆尊同鼎爺係多年好友，亦都同施明有過交往。佢喺一次公活動中被記者追問此事時，竟然一反常態地透露出幾個驚人細節。據鄧兆尊透露，李永漢喺印度期間並非單純避世，而係一直喺度部署緊返港後嘅行動。佢話：我知道佢返嚟係有目的嘅，但我冇估到佢會做到咁絕。
佢唔單止唔交代思明嘅骨灰下落，仲想同鼎爺攞錢，而且出嘅條件，連我聽到都覺得離譜。鄧兆尊雖然未有詳細講明係乜條件，但佢暗示呢個條件涉及思明嘅遺產分配問題，同埋某啲對鼎爺極不公平嘅要求。有知情人士進一步補充，李永漢呢次返港，其實係經過精心安排。佢先喺印度透過律師同鼎爺嘅法律顧問接觸，試圖以思明遺產受益人嘅身份，要求提前支取一筆款項。據講，佢聲稱思明生前曾經有口頭承諾，將部分資產留俾佢，但鼎爺方面對此予以否認，直指思明從未有過呢類安排。雙方各執一詞，令到爭拗更加複雜。而李永漢拒絕交代骨灰下落嘅行為，被鼎爺視為一種要挾手段，似乎係話你唔俾錢我就永遠唔講思明葬喺邊。如果呢個推測屬實，咁呢件嘢已經唔單止係家庭糾紛，而係涉及道德甚至法律嘅嚴重問題。更令人玩味嘅係李永豪嘅反應。作為李永漢嘅大哥，李永豪一向同鼎爺關係較好，亦都多次公表態支持父親，但面對細佬嘅行為，據講李永豪內心極為掙扎。有消息指，李永豪曾經試圖私下聯絡李永漢，希望佢能夠回心轉意，至少先將思明安葬。但李永漢對大哥嘅勸說充耳不聞。有傳李永豪收到消息之後，半天講唔出話，只係不停咁搖頭。鄧兆尊亦提到，李永豪唔敢相信佢老弟會做到咁絕，呢句說話令人感受到呢場家庭風暴入面，每一個人都承受住巨大嘅壓力。近期網上流出李永漢返港後嘅近照，相中嘅佢明顯消瘦咗唔少，頭髮亦似乎有啲凌亂，神情恍惚。有網民將呢啲照片同佢昔日同 Connie 嘅甜蜜合照對比，嘆息婚姻的破壞力。亦有人注意到，佢返港後並冇返回思明生前居住嘅寓所，而係入住咗某間酒店。呢個細節更加引發外界對佢婚姻狀況嘅猜測。有傳 Connie 已經搬離兩人喺印度嘅住所，而李永漢呢次返港，某程度上亦係為咗躲避印度方面嘅追討。當然，以上種種都係坊間傳聞，真實情況有待當事人證實。成件事去到而家，已經超越咗一般家庭糾紛嘅範疇。有法律界人士分析指出，如果思明嘅遺體繼續長時間唔安葬，可能會觸及相關衛生條例。而李永漢作為遺孀，如果故意隱瞞骨灰下落，理論上亦可能構成對死者尊嚴嘅侵犯。鼎爺方面據講已經諮詢過律師，不排除會採取法律行動。但鼎爺亦坦言，佢最唔想見到嘅就係同自己個仔對簿公堂，所以一直忍讓至今。但李永漢嘅態度令到鼎爺嘅忍耐已經去到極限。呢句佢以為仲有資格同我講數，正係鼎爺忍無可忍嘅爆發。回顧成件事嘅來龍去脈，由思明離世到骨灰下落不明，由李永漢避走印度到突然返港談數，由 Connie 婚姻危機到鄧兆尊爆出內幕，每一步都牽動住全港市民嘅神經。有人同情鼎爺，覺得佢一生重情重義，卻喺晚年要面對咁樣嘅家庭撕裂。有人覺得李永漢雖然行為有問題，但作為一個失去妻子嘅男人，或許都有佢嘅苦衷。亦有人直指李永漢自私冷漠，為咗錢連亡妻嘅尊嚴都可以犧牲。呢場風暴暫時未有平息嘅跡象，而每一日都可能有新嘅爆料，令到事件更加撲朔迷離。最新嘅進展係，有傳鼎爺已經透過中間人向李永漢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佢喺限期內交代思明骨灰下落，否則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而李永漢方面，據講亦有所回應，但內容暫時保密。有接近李永漢嘅消息人士透露，佢似乎仍然企硬，並無打算輕易讓步。至於鄧兆尊，
佢表示會繼續關注事件發展，如果有更加具體嘅證據，唔排除再公講多啲。全港市民都喺度等呢場牽動人心嘅大呼落幕，但喺目前嘅情況下，似乎仲有好多場高潮未到。呢件嘢已經唔單止係李家嘅家事，而係成為咗香港社會一個關於親情、金錢、道德嘅深刻拷問。我哋唯有繼續關注，等待真相大白嘅一日。